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希兒許橋。銀行嘅利率咧，個個都中意。喺好多人嘅心目中咧，銀行嘅利率係非常非常之優惠嘅。但係咧，原來有5種行為咧，當你做咗之後咧，只會令到銀行咧一係就唔想借俾你，一係咧你嘅利率會越嚟越貴。咁就究竟係邊5種嘅行為呢？好，第一個行為，千祈唔好做咩呢？有能力 full pay 就一定要 full pay，千祈唔好隨意 min pay。有時咧，我又見到一啲客戶啦，見到 min pay 咧嗰個還款嘅金額好低啦，一路咧慢慢咁樣咧用 min pay 去還錢，但係其實咧嗰個消費利率係講緊30幾厘㗎，咁所以你一路咁樣還款咧，其實你越嚟就係越貴息嘅啫。好。咁第二個種類係啲乜嘢呢？唔好遲還款。遲還款咧喺你個信貸上面咧會有一個遲還款嘅記錄，例如欠咗幾多個日數啦。而呢啲欠款嘅日數咧，其實係會影響你嘅信貸評分嘅。咁你信貸評分越差嘅話咧，銀行就會認定你係一個高風險嘅人士。你如果攞一啲私人貸款嘅時候咧，只會越攞越貴息。好，咁第3個行為係啲乜嘢呢？唔好走數。你試諗下，走數喎，大佬點信你呢？你遲還款都算啦，你仲要走埋數，銀行好驚呢一類型高利率，唔在話下，借唔借俾你都要考慮一下。第4個行為就係咧，唔好同時間咧申請2間或以上嘅貸款機構。OK，因為有時候咧，我見到一啲客戶啦，當佢好急住需要現金需要嘅時候啦，可能佢去咗好多唔同嘅銀行、唔同嘅機構去做一啲借貸，可能嗰間 reject 咗，佢就即刻再去第2間啦。但係咧，呢一啲記錄啊，嚴重影響你再次做借貸，因為有啲銀行咧，其實會睇你咧1個月內你嘅申請嘅宗數係幾多。如果 offer 有時你 offer 咗1宗。有時啊，甚至我係第2間嘅話咧，其實我都有啲唔考慮你嘅申請啦。好，咁而第5種行為係啲乜嘢咧？千祈唔好亂借貸。其實咧，做私人貸款都好啦，我哋要清晰自己做貸款嘅目的啦，係咪真係有咁嘅需要？千祈唔好因為一時咧，可能一啲享樂啊，或者一啲消費嘅目的啊，而專登去做一啲借貸。其實好多財務問題嘅發生咧，都係因為過度借貸而產生嘅。所以記得啦，千祈唔好中呢5大行為。如果真係遇到財務問題嘅時候，歡迎可以聯絡我哋 My Choices，做一個財務諮詢。拜拜。